人人性格大不同，你嘅性格決定你嘅投資風格。一隻 App 適合唔同嘅投資性格，幫你 invest with confidence。4種不同投資性格，你覺得自己係邊種？無論你係邊種投資性格，運用恒生投資快嘅選股快都可以配合你嘅需要，幫你捕捉市場機遇。新手上路求 carry， 有啲投資經驗想繼續進步，即刻打開恒生投資快嘅選股快，教你3招揀出心水股票。第一招，必睇焦點策略，參考市場動向攞投資靈感。新手上路定已經有少少投資經驗，都可以睇下港股同美股嘅焦點策略。焦點策略會因應最新市場環境，設置5個精選股票主題策略。你會見到市場上有幾多隻股票符合呢5個焦點策略嘅篩選條件。你可以喺焦點策略嘅篩選條件度睇返呢個策略嘅詳細篩選條件。如果你想根據你嘅需要調整下呢啲篩選條件，你亦可以更改條件設定，變得更符合你嘅目標。就算係已經有心水，又或者有經驗嘅投資者，都可以睇下焦點策略近期市場趨勢，參考下有冇平時少留意嘅選股策略。焦點策略會定期更新，想記低相同條件將來再參考，可以選擇儲存，然後喺選股快主頁嘅自定策略欄位查看。第二招，check 常用篩選條件，參考投資者視角，建立投資觸覺。常用篩選條件整合出投資者最常使用嘅10個篩選條件，方便你參考其他投資者嘅做法，需要時調整一下自己嘅策略。你可以因應自己需要，揀選適合自己嘅選股條件，然後再設定個人化數值。第3招，自定所需選股條件，自己投資自己話事。選股快入面有超過100個選股條件俾你揀，當中涵蓋基本分析及技術分析2方面，總共有7個類別，適合有經驗嘅投資者。新手可以先理解各種選股條件，再慢慢使用。我哋另外會有短片，專門介紹選股條件嘅應用方法。選擇自定條件類別之後，揀選最多10個篩選條件，然後設定所需數值。你就會見到市場上有幾多隻股票符合你設定嘅條件。如果想記低相同條件，遲啲再用，你可以幫呢組自定選股策略改名，然後儲存，之後可以喺選股快主頁自定策略中睇返。想知道多啲有關唔同選股類別嘅詳情同應用方法，就記得留意應用篇啦。立即開 App 體驗恒生 Invest Express， 助你輕鬆完成買賣交易，即時獲取報價及股票資訊作參考。